继续来看高雄大寮区大寮里的里长，伫咧3度日风台了后，捌因为真侪民众不满救灾的速度伤慢，怎敲电话去甲骂。这个里长是委屈甲想要甲这个工课辞掉。不过即马风台过已经1礼拜外，在地公园边啊，还阁有长期的树瓦卡伫咧电线顶悬。这个里长是通报真侪届是拢无声无息。张辉里长是气一个怎揪布条抗议市府处理代志的效率实在是伤过死蛇。针对这点，高雄市府是讲会赶紧来清理。公园处无人，公园处无人。刘布条抗议市政府的效率，高雄大寮区开放公园内面的树仔丛，随3号风台3度日吹甲有的倒去，有的歪去，像这个一只老管的长机，还阁吊伫咧电线顶头。用好落来啊，无迄危险的。蛮担心的，有时候车子过去也会压到啊，也会勾到这一棵树啊。吊伫咧遐，里面摕无够2公尺，惊讲会喊着人。大寮里长前后通报告遍，公园处拢甲代志说互台电等单位。13已经是在后第10天，手机还阁吊伫咧遐，公园也乱糟糟。我们大寮是2等公民居住的地方吗？树是种在公园里面的啊，你现在倒下来，你把责任推给别人，这样你们不摆烂吗？你有在重视我们吗？萧清祥进前就因为里面不满相关单位救灾相慢，接到真侪骂戏的电话，气甲想要辞职。行政院长杜永泰12落南勘灾时阵，还阁特别请市长陈其迈协助围扁。萧清祥讲，希望市府效率较紧的，甲危险的树仔先刷走。公园处从灾情发生起，全面动员，不眠不休，全力抢灾。首先针对道路倾倒路树排除，目前已恢复道路交通。并持续办理公园倾倒树木扶正、断枝清理。大寮公民路还阁有一寡树枝长去，卡伫树仔顶或者是电线。地方的里长、市府相关单位拢有在后恢复的压力。市府表示，清理作业会继续进行，赶紧恢复使用。记者综合报道。